迎来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，台南市文化局集结7大玩乐、桃花女、花青爷甲牵牛马，组成一支众神啦啦队，要来为你的爱情来加持。带来好姻缘，需要人也要神，人要努力去追，神要来帮忙哦，我们这个牵成好姻缘。2023台南七夕嘉年华内容包含浪漫的外校读册会，实在台南无同时代爱的歌谣，另外还有七夕发生所的 Podcast 访谈等等，要让台南市成为一座爱的城市。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对于爱情扩大的一个解释啦，我们会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了解台南这个有爱的城市哦，然后这个爱其实是散播在各个地方，连我们的民俗仪式当中、生命礼仪当中，也都跟爱有关。第一场嘉年华将伫咧8月16号举行，活动为期21天，将串联7大主题，伫这个爱月份内底来台南谈恋爱。同时也会当到外乐庙顶行行的，祈求好姻缘。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。